相信名侦探柯南都出现过在座各位的童年里，新一、怪盗基德，甚至是许多女性们的国民初恋。但连火影忍者、七龙珠的主角们都会长大，成家立业了，为什么柯南过了20几个年头却还是长不大啊？许多资深柯南迷除了希望知道黑暗组织的真面目之外，也想赶快看到痴情小兰的感情能有一个好结果。可是依照这样的时间轴，感觉结局之路都遥遥无期啊。不过在去年官方终于松口证实，柯南长不大的原因竟然是从新一缩小的那一天开始，时间只过了5个月而已。导演立川表示柯南有长大5个月，消息一曝光立刻引起网友讨论，有人开心也有人吐槽，纷纷表示情人节都过几个了，等到柯南长大，全日本还剩多少人？圣诞节、新年那些桥段都是骗我的，至少童年不会结束，留着大家自己想象也不错啊。也有资深网友表示，自己从国小3年级就开始追柯南了，算了一下，动画 TV 版出到约1000集，还有22部剧场版跟13部 OVA， 若每集都算1天好了。柯南在故事里头1天要至少破获6件案子，那不就1天有6个人被谋杀了？柯南的结局究竟会以什么方式呈现呢？相信所有粉丝们还有的猜了。网络温度计精彩报道，请上大数据官网、大数据粉丝团、Daily View 网络温度计官网、Daily View 网络温度计粉丝团。未经授权，请勿转载。